日想同大家咧拆解一下咧祖先牌位嘅迷思。最近咧有啲朋友仔就問我，因為佢比較後生啊，因為佢喂師傅啊，你成日講咩祖先咁樣，祖先好似好遠喎，我真係 get 唔到喎，我感受唔到啊，祖先點解我要同佢有個咁嘅 connection 喎？明白嗱，其實祖先唔係咁遠嘅咋嚇。祖先咧近到咧，可能係你嘅父母離世咗嘅父母，亦都可以係我父母仲現在嘅，就可能爺爺嫲嫲、公公婆婆，所以唔係太公、太婆、太爺、太嫲，都已經係講緊你嘅祖先㗎啦。所以祖先一啲都唔遠嘅。所以點解就係話啦，如果你同你嘅祖先嘅連結更加好嘅時候，佢喺一笪好嘅地方，喺一笪風水寶地嘅地方，佢嘅 energy 能夠提升。等於就好似啫嘛，一樣嘢，佢如果好似人哋打機咁樣，佢個武器多咗，佢個能力高咗，你求佢，佢馬上第一時間就嚟幫你啦，明唔明白啊？所以唔好諗到祖先係咁遠，其實係好近我哋嘅啫。咁所以啦，祖先有力，家庭根基就穩固咯，好冇？嗱，下次再同你分享多啲小知識，拜拜。